未來10年被 AI 貶值得最快嘅6樣嘢。第一樣嘢，大學嘅文憑貶值嘅原因就係高等教育嘅普及，導致到學歷嘅含金量咧係下降。2023年，中國大陸高考畢業生咧就已經超過1000萬，學歷從精英嘅教育轉向大眾化，就業嘅市場內捲加強，本科甚至係研究生嘅學歷嘅競爭優勢咧係逐漸咁減弱。同時間，技能導向嘅職場需求更加係睇重嘅係實踐經驗同埋個人能力，而非單純嘅文憑。例如部分大學生從畢業就從事基礎性嘅工作，譬如話外賣員啦，學歷同職業嘅回報嘅匹配度咧係逐漸咁降低。第二，傳統嘅房產貶值嘅原因就係人口嘅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導致到住房嘅需求咧係減少。3、4線嘅城市嘅空置率咧係上升。同時間政策嘅調控，譬如話限購、房產稅、抑制投機、房地產回歸居住嘅屬性，投資價值係縮水。年輕人咧居住嘅觀念係轉變，更加傾向於租或者係共享社區嘅模式。譬如話核心城市優質地段嘅房產咧，依然係可能係保值，但係普通房產面臨貶值嘅壓力係越嚟越大嘅。第三樣嘢就係私家車貶值嘅原因就係共享經濟，譬如話共享汽車、網約車，又或者係自動駕駛技術嘅普及咧，係降低個人買車嘅需求。新能源汽車嘅迭代加速咧，傳統燃油車嘅貶值咧係更加快。另外咧，汽車作為代步嘅工具咧，係逐漸去車品化，成為普通嘅消費品。第四樣嘢就係奢侈品啦。貶值嘅原因就係中產階級嘅擴張同埋消費理性化，削弱咗奢侈品嘅稀缺性嘅光環。環保同埋簡約生活嘅理念嘅興起咧，係迫使人更加關注實用性同可持續性，而非品牌嘅人價。第五樣就係技術設備啦，譬如話智能手機、電子產品，貶值嘅原因就係科技嘅迭代嘅速度嘅加快，譬如話 5G、AI， 設備生命周期縮短，舊型號因為功能過時同埋軟件支持不足，迅速貶值。消費者更加傾向於租或者係購買咧係更加高性價比嘅產品。第六樣就係現金貶值嘅原因就係長期嘅通脹壓力同埋低利率嘅環境咧係削弱咗現金嘅購買力。譬如話1994年中國 CPI 嘅漲幅咧係達到24%，未來10年嘅存款利率咧可能會進一步下行，單純儲蓄係難以保值。喺呢個 AI 嘅大時代，你又覺得邊樣嘢係會迅速咁樣貶值呢？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